公，再一公，三一公，坤道一公，再一公，三一公。请讲师慈悲，乾道一公，坤道一公。讲师晚安。晚安。关公啊，过去当中，咱若说关公当中，当然伊个宗教的地位，可能就调台语来受封地，或者这方面可能我甲看的，生活可能会上济啦，相当又如何，甚至伊做一性格，咱知影伊是完成辈分，甚至伊古来讲呢。讨论人性经内底有讲，讨论人性经呢，就是伊所住的一个境界。所以讲呢，这过去迄个韩老遐的时候，伊发音呢，当然伊咱的最省的，就是韩老先生，伊做推崇一本的一个经典。咱关于得到了解当中。当然，伊这经传过去拢留落来，所以讲呢，这记载是清楚。所以讲呢，伊伫伊生平内底当中，伊就开始对头包括做一个清算，所以讲呢，伊生命成佛，当然是无原因的
心的吼，所以讲呢，当然呢，伊历代的拢做东西，所以讲呢，伊来转世做世界。当然呢，伫即个当中，咱知影伊生于呢。因为伊西元伊就控四个控啦吼，我伫咧看十岁所以讲呢，伊看十岁伊当然咧当然咱讲时势做影响伊生于乱世之中，那么就是伊汉朝末的时候当然时势做影响，当然咧，咱知影过去当中伊细汉的时阵有关。孔明，咱孔明的一个啥的经传，伊是咧头先发现伊一个生命，伊一个生命的只伊会当成就生命。当然，伊过程当中伊拢是就细汉的拢读四书五经，也是读册，甚至咱迄个这孔茂文。伊自由的时阵，出家的时阵，伊细汉时就读个四书五经，所以讲我接触到迄个古圣先贤的经传，所以讲内底有迄真理内底，所以讲呢，过去人伊做智慧，人伊会当体会到伊内底伊圣人所留落来的经传内底内涵内面，然后来实践，所以讲呢。伊是咧，伊对人山西。咱人讲咧，咱讲是山东，伊山东，咱讲迄个祝春秋，一个祝春秋，一个迄个迄个。一个做春秋，一个读春秋，读春秋就对啦读春秋。春秋所以讲呢，先后呢，一个是文性，一个是文性智性一个文呢，如果这个是武的这个是武性文功所以讲呢，过去的当中，咱后去江水的时，咱都有看到迄个关圣帝君的迄个庙，那么伊庙会较不同款，伊庙是迄个小作款安尼迄武性关公，那你正月15日当中，拢会伫咧头前伫咧放鞭炮，那么迄就是咱江水关公的迄个武庙咧头前所以讲呢，伊关公呢，伊伫迄个一生当中呢，所以讲呢，伊毋是读，伊虽然是读春秋，但是呢，照咱来做，性呢行五常之德，修理五常之德真正就做出来了
发生成的华南方面的电火，可能互我讲，可能咱就较了解，是安尼是毋是代志因过去当中，伊迄个若讲两军相争当中啦当然咧，伊是军人，咱知影关是帝国过去伊迄个啥叫民兵内面有甲伊讲咧，也迄个日饱餐一顿，一工内底袂当食好一顿饭啦对啦，因为迄足紧张的一个生活，因为迄啥伊咧当中咧人讲心无舍家，无舍家就是讲伊咧穿拢迄落个头盔迄落伊咧拢有咧穿咧剑甲，伊咧当中咧伊袂当，伊要困要创嘛拢袂当困，因为那些暗时人来偷袭，偷袭的时阵有那些穿袂，所以讲伊要盔甲拢穿伊咧身对，甚至要食一顿饭，有那些就袂安稳，就袂当食好一顿饭。所以讲，伊迄个战乱的时势当中咧，互我讲，迄个时代，时势做影响是安尼所以讲咧，拢迄即阵咧，就是咧，伊迄阵做带了着，人讲83万几万的乡兵要去征战东吴。宣传对，当然伫迄个当中，伊伫遐个时阵，煞向迄个联手的时阵，老李宣传联手，将伊80几万的大军咧，拢甲消灭了。所以讲咧，遭受败走，孔明的时阵，算着讲伊会走对即个华容道来，拄上尾关就对啦。华容道的时阵，到遮的时阵出无偌济啦。因为孔明伫遐用伫遐廖事如是，伫遐运兵决策的当中咧，拄好咧，即个大将拢派了独即个关公无拍，关公伊就想讲奇怪，即个文书贤逐个拢派出去是我才派出去伊太无派我即摆咧，关公即摆就清零关公来面前清零，讲是安当然派我出。孔明就讲你袂使，你出去一定无法度完成任务啦。无关公伊讲无来倒迄个军令状军令状这就是生死状、生死状。军令状咧，咱讲军法如山就对了当然咧，即个当中讲安尼无，迄个文书讲无好，你也要军令状安尼好，安尼不然咧但是你若无法度完成任务，从做事你来时阵咧，安尼就是违反迄个军令来走，较早迄军令如山，迄是迄个生死。伫迄个当中入了关公当然去派迄个当来伫个华容道咧，华容道即个所在遮咧伫遐等，伫遐等的时阵咧，真正遭错来到华容道，哈哈大笑，讲咧即个诸葛传书啦，较早拢会表示咧，迄个其实是讲哩，即个诸葛传书咧，我若是诸葛传书的时阵咧，我伫即搭车安排一支兵马的车，我绝对走袂去，绝对爱向生擒活掠，真正。伫遐哈哈在笑，笑还袂了的时阵，伊咧笑的时阵，伊凊前忽然间已经笑不了回。若变笑的时阵咧，做丞相来咧笑的时阵，因迄个随从咧，就拢骹要骹掣手掣对啦，大概笑的时阵，大概都有伏兵就对啦。所以讲咧，做错一个笑的时阵，因真正惊到已经经营不然解，所以真正惊。真正笑声未煞的时阵，真正中迄个大路咧，看伊出一堆的一个兵马出来，结果咧，当中就是迄个啥咧，关军长，就领兵咧，换
讲过去的当中，从伊过去的当中，到伫兄嫂，到伫迄个做嘢当中，对伊安怎好，对伊安怎好的这人生开始搬出来着。官方伊当正正义的，当然的当中呢，真正回去讲的当中，怎么到来讲好啦，迄个刀大刀咧，一个以一个细弹退开就对啦，真正咧将这个做事放走对啦，真正放走。伊嘛知影伊有入迄个生死生分的这里的进程，所以讲咧，即声咧当然准备着爱死死啦。当然咧，一段就是咧历史伫咧三国演义内底咧，一段。这个当中咧，这个叫做啥？人讲放人一条命啊，逐个讲来放生了对了放生。咱即放生的当中，这嘛是咧成就迄个关圣帝君。嘛是咧成就伊家己。当然伊成就嘛是啥物成就嘛是家己伊的抉择啦，伊心的伊一个思想，伊的决定。所以讲咧，这个当中咧，伫遐做一个，这个是造出来。所以讲咧，当然咧，是咧，当然这等于当然是不完成啦，当然，孔明嘛，其实嘛知影，因为这个，当然咧，咱知影做错咧，讲咧，这个做错这是天时啦，这是得天时，过去讲天时地利人和，做错是得天时，那么相反是得迄个地利啦，老比是得人和，所以讲咧，这个当中，等于讲我通完成任务，结果讲无。迄个老比甲清咧讨好了对啊，讲无安尼啦，无迄个带罪入宫啦，怎啊无谈？这是一段啦当然呢。第一个是其实咧，咱若来评判，这仁义就是咱民主，伊的重点，民主篇内底是咧讲仁义。那么咧，咱道德经就是咧讲道德，那么道德甲仁义，那么伊是，伊义无共款，但是义路完全共款，是安尼义就是外王仁是体，所以讲咧，千里顺应。那么咧，伊这重点就是义，义就是代表兄弟，兄弟有义，朋友地中，那么听出来就是有义。那么咧，无疑心，人无疑心，所以讲伊强于老弟，所以讲咧，关公圣贤当中咧，所以讲伊迄个道理迄个做嘢内底，伊保护着两位兄嫂。保护两位兄嫂当中，过去迄个吕布有骑一只马，叫做赤兔马，一行千里，夜行800，伊只马做老走，伊只马做老走，那么咧，当然咧，伊当然迄个正常会交小钱，用兵无比，迄叫做卡力，迄只马对伊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咧，到尾吕布咧，叫做错，拍败了，伊只马就换落去迄个做错的手中。迄阵关公咧，投靠伫迄个啥咧，做错遐个时阵，当然咧，较早咧关公咧，当然做错为着要收买关公的心，三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上马金，落马金。去送迄路边，女庶子的这样迄查某到尾迄查某人讲咧送互伊名说，咧服侍伊名说，结果咧，所以讲
种种的些拢要是咧收买迄个就是咧收买员工的心，但是这敢有法度收买？无咧，但是送遮济物件，员工敢有感谢？无感谢，到时是当到时，伊员工知影这个做错咧，做错咧，伊伫迄个汤人生经内底咧，伊家己就讲。无地侵略，迄是，迄所以讲一句话足重的话啦，所以讲咧，咧形容迄个做错无地侵略，人讲迄心咧掠袂着，伊知影做错到倒位，伊咧干向，干涉，所以讲咧，当时咧甲你安怎伊毋知影，上啥物价值，所以讲咧，当然咧，员工的成就叫做错有哪有关系啦？后尾讲有哪有关系？所以讲咧，到尾有一天，为了要收买员工的心，同送伊一只马，就头好我讲的赤兔马，虽然赤兔马当中为主入宫，为主效力的当中，伊有哪有成就啦？人讲一主成道，九天七祖真超生，咱有看伊满道满道有一间迄个关帝庙，我有去看，伊那是右侧的关，迄内底有另外鹰，有那头前那一个样咯，迄只马叫做啥物马？迄只马叫做赤兔马，就是关公的坐骑。咱知影迄个坐骑，关公死了到尾迄只马有哪无食物件？伊有哪毋食物件？有哪叫伊的主呢？到尾有哪来死？所以讲嘛是算干嘛是，尽忠就对了到尾咧完成帝本成就，含迄只马伊嘛是成就，所以讲咧有哪受着万民的良言，所以讲迄只马咧就是做错，落尾的时阵呢来送互迄个关公，咱无送互关公的时阵呢，迄个关公咧，就个我感谢就对了，甲迄个做错非常感谢啦。即摆关做错就是不济啦，就是上无啦，是安那我送你遮济物件，送你遮济礼物，送遮济迄个金银财宝，甚至我甲伊服侍到有好诶，甲你款待到好诶我即个心情，我即个心意诶时阵，你拢无感受着，拢无甲感谢。我送你马的时阵是你才会知感谢。伊就咧问我呢，关公就甲讲，我呢，只马呢，只马是好马，日行千里，夜行800，伊是一个千里马。若是我了解着阮形象，伊的气质，我绝对就要去找伊。迄个听一句的时阵呢，做事心肝凉，单袂输咧去消防咧，我迄个安尼无菜工，我则用心用功夫咧。伫这当中，而且咧用心计较的时阵，想要得到你的心，要得到你这个财，因为做事虽然艰难，但是有咱爱财，人讲你会拍死，咱是要照咱这有位的因素来做伊的啥呢？伊来协助伊拍天下就对啦。但是咧，伊非常欣赏员工，但是真正最终我都得员工的迄个心，所以讲伊安尼当中咧，伫即个所在，明星应该讲千里寻兄。这是员工讲，地方讲，商业机器讲，所以讲三国为何迄个当中咧，拢是演技，是演技，义行，人义无反顾，义的当中，
伊个就是无求回报，无求代价。那么伊就是一心一意的当中，所以讲有义，就无义啦。所以讲咧，孔老夫子过去来讲，君子温处有为义，小人有为义。所以讲义甲义拄啊差咧，差一个一两是单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讲咧，你处用的对一点，你的成就就对一点。所以讲出来当中，若讲那么迄是非常重要。所以讲有通测用心，测用心呢，就会差足济啦啊，所以讲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讲咧是讲这个义呢，这嘛当讲这个啥呢？桂冠章雄，伊迄个是听歌，迄是爱桂冠章雄，桂五冠章雄，这是伊这是一个桂。这其实这拢是爱无细了一样。来当中当你找着啥古城上会交伊的地、平和大地、杨辉上会，甚至一时当中，伊兜里迄个做事所在，这个杨辉呢，平和大地当中。伊嘛有足无了解，伊嘛知影讲伊搁你来兜去伊迄个做找你迄个投降啊，无咧。结果伊是讲咧，伊其实毋是投降，伊是行汉无行做啊。所以讲伊乌白足分明诶，关公是一生当中，清清楚楚来讲明明不烈，伊咧做人诶当中正气，所以讲咧，伊诶心咧，你若讲做错，就毋对啦。但是伊讲过去当中，伊就伊迄个做事就介绍迄个天主迄阵，汉朝我迄阵啊，皇帝伊然后接应天主以领主的伊个做事就对了。所以讲咧，那伊遐请求封迄个啥呢？伊看伊搁封伊官汉寿丁侯，寿丁侯。伊讲头前若无加一个汉字，我毋接受。伊意思若无加刻一个汉字啦，加一个汉字。我绝对无要接受即个官号，伊是足清楚。所以讲咧，伊伫当中咧，所有的一个啥呢？凡事，所有一个金银财宝，反正拢用心办法要来收的，就是活动。甚至呢，伊要去，知影兄哥的一个地落当中，伊就是咧带因兄嫂咧去找，伊的兄哥。所以讲咧。伫遐呢，无受到迄个威胁，无受到迄个艰难，伊嘛是爱过关，过关人会主动啊，当然主动，主动的当中呢，无法度啦，毕竟伊毋是好杀之人啊。伊讲你有法过，我可能莫叫伊因为我一定爱过啊，无法度啊，也不叫伊人讲迄个不得已啦。兵器那也不雄机器，不得已利用去，就是咱修理就是，咱袂使去讲，袂使去人伤害，但是你是风险，兵器就是不雄机器，那用着的时当然是无好的啦，大家拢有伤害，两败俱伤了，迄是对敌军安尼说明啦，所以讲咧，伊当然咧，
容时啦吼，所以讲咧当然咧到尾啊，伊嘛是伫古时啊叫伊上会到尾嘛是因遐个了知影，嘛是咧叫伊上会，到尾来讲兄弟上会，然后共商大器。第三。若讲无犯规矩，无犯礼，礼是礼啊，这是咱过去师尊老大人有安尼讲，礼者礼也，有礼哪有礼？爱有礼是为是种是啥？像经注意讲翻译是法。我免男女授受不亲，看伊了无事，我免动手，甲有迄个啥合计，一定爱死伊还手，迄是啥翻译？法之计，有来时啊是一个好好形式，像迄个较早咧有听讲师咧讲一个和尚甲一个小三妹，当然咧要过溪，看到一个小姐有人要过，但是伊无法通过，和尚来和尚出家啦，更加对迄个男女咧，迄个界迄个性，非常的重视，但是咧为着要度伊上岸，要过迄个溪，就讲我来爱，安尼爱啦，伊小三妹后壁爱说，迄个阮师父安尼真正也无啥，对即个礼当中拢无迄个啦无概念，所以讲咧无修迄个礼，迄是伊的认知，但是师父伊是讲我度伊上岸，我就度伊上岸就好啊，安尼 OK。咱去随便一个就甲放面一个三轮退空啊爱伊个三轮个有主，煞等于煞靠袂去，安尼无意思讲伊个记条条我迄做过代志当然咧是翻译司法我甲爱过无迄个伊拄仔袂当过所以讲咧助人为快乐之本啊所以讲咧当然咧那个伊即个物件当然。执守天理所以讲咧，迄个是一个翻译习惯。咱互我要讲的就是讲，关于讲伊迄个礼当中，就是伊保两位兄说来到做业当中，做错嘛，真正伊有足条工啦伊一个经验要换做伙，领内底也无到分所在关讲无法度，伊走出来，伊又来到外面出来外面迄个民族特大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讲，互因听说的，互因迄个小条听说的当自一识关讲咧，伊怎用伊个头咧安尼咧来讲民族就是讲拢迄大声，拢伊看册伊拢无困伊迄个甲迄个木咧，拢无比着对我伫遐修行是人咧布家咧写写所以讲咧做错咧，伊就调工安尼时阵，伊过来甲看做错看者讲迄关公真正迄个咧正人君子，拢无迄个规矩原来迄个底所以讲咧更加赞叹迄个啥关公，所以讲头早讲来讲是因为做完成帝君的成就，有一寡是叫做错咧，一寡关系啦所以讲咧，这是无关礼的部分这是修迄个礼啦最后一分因迄阵咧，当然咧，迄个做错有派10万个大军，迄个盲点的选领大军啦，
当然咧，迄阵要来讲迄个员工，当然伊要修当中，伊有那运用智慧，伊运用智慧，就变啊修咧，所以讲咧，当然咧，伊会去用水，里面做水的时阵，到尾啊水要7分，放水，来化掉啦，化退这个就是，所以讲咧，伊迄个智慧伫迄当中显现出来，讲到伫当中咧，咱若要讲开就是迄个文书，咱问伊智慧特别好伊从人生经内底咧，员工伊阐述过，伊原来是讲为车，天上的车神当然是贵姓，过去的时阵咧，伫前朝做咧宰相严司令，即世当中为诸葛亮，来当啥呢？再送朱文公啦。但是这段咧，当然这个是里头人生经内底的亲身。伊讲是前朝一个严司令，伊就爱转世时，前朝就是进前朝，进前迄个另外一个皇帝所领导的来就是出世这个诸葛亮，伊这叫做恶龙啦还有一个风罩，所以讲咧，这个是咧，当然伊有来历。所以讲咧，过来就是再送朱文公，朱文公的朱熹祖，所以讲咧，过去咱前年把咱朱熹，伊讲咱咧大家都输出来这个叫做变位变，伊变组会组合会所以讲咧，爱就是讲这有逻辑伊的重点拢摆伫咧上头前，是大学几个在人民经在心灵在记忆之前。这个啥呢？这个是3公里就伊头前，那是伊的重点。当然嘛，反天灵之为是实行之为的，修德之为道，拢就伊的头前。所以讲呢，到迄个啥呢？咱论语论语迄个当中啦，迄个重点嘛是就伊头前。学而时习之，不亦结合啦袂使讲的这是经原来这无解说的，这是互我听啥？听迄个房间看书讲，伊讲迄一空，学就是要学迄一空的，就甲迄进用咱体育班找到咱点本书、材料的书，伫台中咧阐述，不识本心，学无不用，就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真命用天然师。本到较富的迄个地位若识出本心啦，本性处迄个就是当然咱应受，咱拢有受应受日子然后点读一空的，事实读一点有一空较早我拢听迄个陆经理呢，种前来咧解说，讲迄个西公若咧捡过的时阵，真一空安那一空，离法华经内底牵涉咱有遐留意去甲看卖其中有一门，基门较小，其中有一门，其门狭小，叫做论语讲的西西门，就这经讲的，就这经讲的啥物天定之门，国士不属是为天定，天定之门是为天地经，天地的经源就是同出一辙。同出一门人讲一门深入，事实迄个是
啊，佮第句有朋自远方来，不觉落雨。有病啦吼！这是我听老师的话内底，老师师尊签署的。我伫迄个册内底是无看到这个解说这个病啦。哦，两岸有病，哦，朋友的朋，啊，使讲迄个主性不啦，哦，迄个主性，最主要是要讲迄个所在，哦，最主要是要讲迄个所在，哦，这解说这是哦，咱师尊老在伊咧解说。啊，互我经安尼解说听啊，原来是安尼，就是讲目睭是灵魂之汤，2个月，就是这个用功时间了吼。丹道富贵，丹道富贵当然咧，当然因迄个循环人讲迄个，除魔富贵，想要解决关公的性命，这嘛是拢因为伊个成就大我上之德，当然伊这拢是爱无性命利益的，若要甲看的，我早头讲的，死世做英雄，因为拄啊迄个时阵，拄啊伊做会出来。伊做会出来，才会当成就。所以讲，丹道富贵咧，伊拄啊带啥？带一个部众出去啊，丹道富贵。这个周仓将军啦，咱知影做差啦，咱若是了拜是拜关公，伊会做差两者关公，哪有一边是迄个关平太子。关平旁边，那么一边也关岛的就是周仓啦周仓，那么伊咧当然这个当中，伊就是咧对着迄个关圣帝君去赴迄个啥东吴迄个会，当然迄代当中咧，伊是咧就是兵于百人内底，准备要甲解决开对了。那么呢，关公嘛做提回去的时阵，加喙将迄个路上的单摸咧，我手指，单就甲摸，因为伊要专心去者，伊说带迄个周仓咧，去所以讲人后尾甲安怎实施，人讲轮担四宝啦，有法度啦，所以讲咧，人迄拢有多保守拜互伊个帮兵，准备要解决性命，所以讲关公嘛是。有迄个用，有迄个用，所以讲伊修行，我较记现代的人讲君子，伊拢有谦心啦君子一言岁出数码难对，所以讲修迄个行，所以讲就是丹道富贵，去赴迄个约会就对了所以讲咧伊修行，那么咧加一了咧，将迄个路上咧伊咧问满烦满的，你对我。我无醉，当满意到迄个铁边的时阵，上尽了，才当放弃，讲安尼再见。所以讲咧，因迄个当中咧，讲这真正有法度。所以讲咧，专心而退啦迄个叫做这赞的就是丹道富贵，成就迄个事。所以讲咧，关公咧一生当中啦甚至咧，伊死后的时阵，佫显性，显性来做迄个啥，做迄个做伊一边，当然咧，伊内底当中，关公咧，当然了当然，伊咧有有迄个病咧，就拢会多伤咧，伊的性上咧较歹，迄过去是安尼迄是后话啦所以讲看讲迄个伊的一生当中，伊的当中咧，就是咧，人讲伊照着迄个古圣先贤，伊经验内底，伊的经验内底咧，就是做一个实践，脚踏实践，实地单
照性命的卡样安尼落去做，所以讲呢，伊的成就是安尼来。所以讲呢，当然呢，咱知影关公呢，正气参天啦吼，正气参天，就咱林武术讲何言哦，迄个何言的正气哦，正气伫迄代啊当中呢，天道无疑啊，所以讲呢，这是特别咱后发的一个所在。哦，人讲知影关公重义气，甚至呢，伫乱盘内底呢，讲人讲伊关公伊穿着迄文殊公，文殊公做过温柔圣人，甚至即马来做迄种上帝，所以讲呢，伊伫迄个儒家当中有搞叫做护法神，较早护法呢带入阮公司，伫正阳咧做诶时，较早阮做咧还没登记诶时。伊送我一套《法华经》啊，伊讲明华，我照迄个《法华经》来，我送你，我讲好啊，我摕我摕我伊送我2本啊，我当然有小可有看啦，到尾一本我咧先调，迄个来组长观音照看，我毋知啦，迄足够诶，遮大本就对啦，内底其实做啊，所以讲呢，迄本经卷事实嘛袂歹，真好啦，迄是第3个当中，摇车、落车、扶车内底呢，上迄个最上的唯一佛性就是大地扶车，所以讲了够精彩，够详细，本的经卷嘛足好啦，所以讲嘛当来做一个学习啦，所以讲呢，伫关公一生当中呢，当然呢，伊的点点滴滴，当然呢，人讲呢，善恶分明啦，甚至呢，你讲有差甲无差，我差伫迄个心态的问题，但是迄个关公钓迄个独钓钱钓手钓独钓钱，手若无咱。内底迄毒药走进去骨头内底去啊！迄花道，迄阵花道拖伫迄个生日迄个时阵，花道知影关公咧，用迄个志向的当中咧，自愿咧，要来甲医治啊！伊个毒药是要甲医治，伊即马花想讲你用了毒药钱，我迄个要来甲伊处理，关公讲你免处理，讲4000一定我一支手甲你绑带迄条爱绑带条无，伊讲我差着绑带条，因为无绑带条爱先等下流咧会疼你迄个挣扎你的困扰的时阵，安尼等下要做这工作就较袂顺遂。伊讲伊毋免，我可能咧手音咧，我旁边甲人行去，你一支手你就处理就好啊，毋免遐麻烦安尼啦。我就听咧，我从来就捌听讲，都有人用这也免绑带条咧，真正甲处理，伊拢无面不改色啊，迄个花道咧，一个用好尔，也会利用一个健康的行为，花道咧，迄个真正你讲甲封一个好，叫真心人尔。关公真正是心境，因为你若普通人的当中咧，拢就是爱照我这个方法步路来做，才会当完成。这几个了属于迄份的用途的，我不疗伤，迄就爱从迄毒迄份的，迄就
做厝呢是为头向着头风，嘛是迄个小节，着头风还是安那？啊，即马呢知影讲一个医术高明的人，就是华佗，怎去甲请来？讲你来甲处理这个头风。伊讲我这头风要来甲处理，讲你这头风就爱头壳破开，听一个尔袂记，大啊歪开。我头壳互你破开的时阵，我就拗住伊。是安尼啦。我安尼，到底袂当互你做即件开会，我怪甲是毋对。所以讲呢，听你讲啦听你讲啦，这是一个听你讲迄个一个学术啦，学术。对迄法律向看伊遐生活中看伊遐生非常的好啦，拢咧甲款待。迄个法律咧，法律一本药册啦。讲你对我遮好，我不予回报。我一本药册送你，是安尼啦。怎啊送你到怎啊摕转去厝厝啦。迄个业主的太太讲，这是啥物册安尼啦？遮好，摕烧烧咧啊，这个安尼好用，好味，甲烧。快点的时阵是甲出两样，跟我对两样。盐猪啊，出咧盐猪啊，所以讲真华佗就咧做这个外科医术啦，所以讲咧，当然这是迄阵有记载是安尼啦，这是一个，所以讲咧，共款拄着这个医生啦，一个就是专心专意相信伊出单，全然全部交代，甚至伊在你去药啊，伊在你处理啊。一个就无共啊，一个伊心地太重咧，惊人甲暗杀，惊人甲安怎的，所以讲咧，到尾头风嘛无好，到尾嘛是死啊，做到尾当然是安尼嘛死。所以讲咧，当然咧，咱伫即个当中啦，所以讲员工清气，甚至警察嘛拢咧拜员工啦，因为咧，员工一部分有一个清气，所以讲咧，员工咧。嘛是咱因为上帝的做相，等于叫是迄个啥咧，迄个有神主咧，帝君咧，等于咱因为上帝做为手写啥，是咱法律书当中为首的五个法律书之一，所以讲为首法律书为首啦，所以讲咧，伊的成就遮大是无原因，所以讲咧，伊有一个称号叫做行菩萨，这里就教啦。加拿，有人讲加拿对啦，是阮迄个徛村拢爱写啥啦？徛啦。但是咧，是阮种咧徛村伊是哪来啦？是哪无共字啦？这是行人菩萨啦，这是咧讲迄个护法神啦，这是儒家的称号啦，后人讲徛啦，后人讲加啦，有人讲安尼对啦，加啦，文音徛啦，可能较土音啦，因为咱台湾话汉音就是遮奇怪就是安尼啦，因为一个文音甲一个土音，就这样有人安尼念啦。应该是拢对啦，这是，所以讲伊个应该是一个菩萨啦，是阮公司迄阵因咧有信教，伊咧讲叫做啥，迄个护法圣帝，护法圣帝可能咧就是咧讲关圣帝君啦，就迄个台中迄啥物禅师啊，伊遐有一阵我有听阮遐前辈才有去佚佗，讲有看一阵伊遐啦，是安尼啦。关圣帝君的法相当然用咧，我讲的就是讲因为一个圣者当中咧，从这个五常咧，做甲淋漓尽致嘛，这是我一个感受啦，感觉。这嘛是我教咱各位真正爱效法的一个对象。事实咧，伊个事迹作些啦，
当然时间就差不多啊。我想讲，可能我真系讲可能。